Hello Hello，大家好，係我豆豆子，睇豆子好運不停止啊！今日3集5萬係鬼份牌整齊，摸到隻鬼啦！哇，嚟埋8萬，碰個叫糊，直接自摸，快速自摸啊！開碼，想同豆豆子玩同款小遊戲嘅，點擊左下角鏈接，無需下載即點即玩，快啲一齊嚟體驗下啦！2隻鬼配咁多個卡窿，而家入個眼睛叫糊啊！偏偏摸隻5索係冇呼叫嘅，入埋嘅4索咁就有呼叫啦，打1索啦咁就哎呀，摸到3索嘅話，依家係拖牌，拖萬子啦，唔拖索子啦，索子1手。哇！轉手拖2索，即拖即食啊！有冇咁離譜啊？發財冇人碰，出過㗎啦隻發財。拖牌都咁難摸，一隻萬子都摸唔到，真係難摸啊！無啦啦裝修喺度整嘢，拖到啦，食糊啦，開碼，小馬豆 ，OK，第3盤5萬係鬼份牌，有隻鬼，其他牌好散好散，13腰嘅張數又唔夠，嚟喎佢真係咁，俾1手機會佢啦，東風呢就嚟俾你打斷晒啦，又碰埋1筒，咁啊，放棄啦，唔做13腰啦。爛牌好黐張啊！張張都啱打，快到隻1筒咁快有得補降。哇！卡窿7萬啊，開始進張了。我而家唔求13腰啦，啲13腰都一直咁樣嚟，仲係番字，真係攰啊！話畀對家摸隻5同摸隻7索。
你哋做咩唔自摸啊？等我啊！5索都過埋，咁我份牌基本啊冇乜太多希望啦。摸到後兜1索，因為我見4索未出啊，唔敢出住。我係棄股㗎啦，到呢啲時候都係碰啦，有得碰叫糊啊，打4索啦。對家單調啊佢，因為佢叫卡窿5萬，吊鬼啊嘛，相當於做咩啊？呢張牌係咪自摸牌嚟啊？個個都唔要，我都唔要。跌咗隻鬼落去啊！下家仲要唔自摸？我都摸返隻鬼嚟自摸算啦。好啦，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